我难道？陆离，来一下我办公室。需要帮忙吗？帮什么忙？没事，今天造型不错。我先过去了。还看呢？啊！我说完事儿了吗？造型摆好，快点儿！你总能说了吗？要不是江总，我才不摆好你。江总要是我，我能这样干啊？摆好谁能招谁呀？江总，你找我什么事儿啊？你打算一直戴着面纱跟我说话吗？这个是整体造型的一部分。谁让你 cosplay 这么认真的？站好。这不能摘。哎，这个真不行。给我，江总。江总，这丑死了，快去换了。江总，你不是说要穿1天，少1分钟都不行吗？这本来是对你们的惩罚，现在明明惩罚的是我，赶紧去换了去。哦。江总，出去。好。我难道？